這個地球所有嘅人。喺瑪利亞顯現之後，天使就離開咗啦。瑪利亞就喺度反覆緊諗緊天父佢想講嘅説話。呢位就係約瑟。當約瑟瞓緊覺嘅時候，天使喺佢夢中顯現，同佢講咗以下嘅説話。有請瑪利亞為太太，你哋會生一個 BB， 佢名就係耶穌，佢將來要拯救地球所有嘅人。瑪利亞就有咗 BB。約瑟帶住瑪利亞去伯利恆人口登記。喺呢個時候，瑪利亞個肚開始有啲痛，於是瑪利亞同約瑟去揾旅館，想俾瑪利亞準備生 BB。我太太就嚟生 BB 啦，最近好多人要趕啦，冇晒啦，你哋去另一度啦。請問呢度有冇房租啊？我太太就嚟生 BB 啦。冇啦，啲房俾人租晒啦，你哋去另一度啊。我哋呢度有冇房租啊？我太太就嚟生 BB 啦。冇啦，啲房俾人租晒啦，不過有一間馬房要同馬一齊瞓覺喎，你要唔要啊？要啊！當天使知道主耶穌出世之後，都為到主耶穌嘅降臨嚟到歡呼啊！仲喺天上裏面用歌聲嚟讚美神。而喺呢個時候，天使向牧羊人顯現，就同牧羊人講：牧羊人你唔使驚，我有一個好消息要話俾你聽，係主耶穌喺伯利恆出世啦！你會見到一個 BB 瞓喺馬槽度，用白布包住，佢就係主耶穌啦！當牧羊人聽到天使同佢講關於主耶穌降生嘅好消息之後，牧羊人就帶住班羊仔一齊去揾主耶穌，慶祝主耶穌嘅降臨啦！有幾位博士見到天上有粒好閃嘅星星，佢哋跟住粒星星嚟到行啦。幾位博士見到粒星星停咗喺一笪地方度，原來嗰度係主耶穌降臨嘅地方啊！博士仲諗住黃金、乳香、沒藥一齊嚟慶祝耶穌嘅降生。我哋
基督教宣道會安泰幼稚園嘅小朋友，佢要話俾你哋聽，聖誕節係紀念主耶穌降生，帶俾我哋要有平安，俾我哋有盼望，俾我哋有力量同埋喜樂。所以無論我哋現在遇到咩嘅艱難、困難嘅時候，主耶穌都可以成為我哋嘅幫助。今日一班嘅小朋友，佢好想用一首歌去祝福大家，因為知道最近我哋香港都發生一啲嘅巨變，可能令到我哋嘅心裏邊都會有彷徨、有壓力、有緊張。但係今日呢班小朋友，要講乜嘢啊？多謝，我哋一齊同爹哋、媽咪同埋安泰珠嘅經文講聖誕快樂，主耶穌愛你。好啦，我哋咧仲要將